然后回来了，大概到那个往那个职场的桥那边那个南铁站的路就会折弯。很多人都在这边。哦，这夜景很美，LED 灯笼可以这么美。用车子带动比较不会那么累，车子带动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它累了有车子可以坐。哎呀，真好！没有累，扶着神轿手一起走，它累了可以坐。哎，真好，真好。夜景啊，不容易拍，夜景不容易拍的哦。大将公庙的阵容很庞大，斜东角他当大将公庙阵容很庞大。
表到了，路关表到了。路关表到了，关表到了，路关表到了。路关表到了，路关表到了。